位置上之后，我们就坐下，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先一起预备心。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察看人的肺腑心肠。若有人在你的面前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望在今天的敬拜中，在今日的主日信息中与你相遇。求神你亲自启示你自己，愿神你的灵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愿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你，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主，你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才能将神表明出来。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望更多的来认识你。求主点燃我们对你的热情，摆上我们更多愿意的心。主啊，我们愿意让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愿意每天效仿主耶稣的样式来过生活，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愿意看万事如粪土，只愿得着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啊，你是参透万事的神，就连深奥的事你也都知道。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引导我们来明白一切圣经当中的真理，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层面都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帮助我们的信仰生命能够真正的长大成熟。盼望我们每一位富强人都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成为世界的光和盐，来荣耀你，来祝福人。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在敬拜开始前，邀请大家我们用诗篇的103篇来宣告。好，我们一起念，预备，请。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医治我的一切疾病。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比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兴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行他所喜悦的，做他诸军，做他仆役的啊，都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是应当称颂的。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因为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举起我们的心，热情的来敬拜他。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赞美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起舞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起舞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民终日欢喜，赞美你。都要欢呼赞美你。
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谢谢主耶稣，你用重价赎回了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属于你的。感谢天父，你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你乐意透过十字架的爱，还有生命当中的旷野，来熬炼我们的生命。为了把我们在世界上所沾染一切的污秽，不属于你的，通通都炼尽，好使我们能够成为那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成为那尊贵的器皿，来为你使用。以赛亚书6章8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提出邀请，如果神对你们说，有谁肯为我去呢？你们是否愿意举起你们的手，跟神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再说一次，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的，我们的生命单单属于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在这，请差遣我。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我主。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耶稣。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我主。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耶稣。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坚定的跟神说，我在这，请差遣我，为你活，更为你用，传讲你属天大的话语，释放你所爱的儿女，进
你的生命来回应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神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一切令人贪爱、着迷，甚至是不能专心爱神的事物，都是属世界的。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长存。主帮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跟你立约，再一次的跟神说：主啊，我要回转向你；主啊，我要回转向你。我们的生命要单单的来服侍你，单单的要来为主而活，好使我们不会愧对神你挽赎我们、救赎我们那个重价赎回生命的神国子女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子女。在这里回应主，我们在这里只与你同行。神啊，因为我们确信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你的恩典满满是给还你所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我们能够为你所用，也为你而活，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才堪得你所使用。圣灵啊，请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在神里面，我们是被神所宝贝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人的不足的时候，我们最能够改变的，就是来到你面前，
因为主要光照我们，主你要提点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走在神丰盛恩典生命的道路。感谢主，我们每一位都是属灵神所爱的儿女，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一起领受神生命的话语。我们确信我们要得着，并且活得更丰盛。感谢主，愿神亲自带领我们今天的礼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能站着哈，我们一起要来祈念新的诫命，来领受主耶稣的教导。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个经节。第一处经节，希伯来书12章5到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难道你们忘记了上帝怎样用劝勉儿子的话劝勉你们？他说：“我的儿子啊，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你们要忍受管教，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岂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第2处的经节记载启示录第3章19节，我们一起来攻读。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泽荣小组献诗的歌曲是摩西的祷告。献诗完，请本堂牧师夏牧师讲道。夏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主爱管教，生命恩典。就于是叫我们数算自己的
你世世代代做你的居所。众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看待千年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的片刻，你叫世人归于尘土。求你指教我们。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众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主啊，你看待千年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的片刻，你叫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会惧你？谁看着你感受的敬畏你？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会惧你？谁看着你感受的敬畏你？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的，我们掌声赞美主，谢谢泽荣小组。摩西的祷告真的是一篇很棒的祷告词哈，也是一个短短的一个信息。我们谢谢他们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有份于在你的圣殿一起同心服侍，一起同心敬拜。主，你看重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你奇妙的救恩，你奇妙的教导，奇妙的恩典。特别感谢你在下雨天，我们看重这个敬拜跟聚会，所以我们不受风雨的影响。我们更珍惜在你面前领受，在你圣殿恩典领受恩典的时间。我们愿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教导。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哈，叫主爱管教生命恩典。这个主爱管教这4个字哈，有2个稍微不同的意思哈。那牧师的意思是主用爱来管教，主用爱来管教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圣经的主轴。但是你把它解释成主很爱管教我们，那你会觉得哇，那多烦呐哈！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生活上父母亲唠叨常常指责你，那你就受不了。但其实这2个。都在于我们的心态怎么看神的管教，这是今天
从主话语里面得到的一个学习哈。那我们原来所读的经文只有5到7节，不过如果是完整的话，应该是5到7节，5到11节。那后面的解释会来更加充实我们今天所读的5到7节哈。那所以我们再一起复习一下，希伯来书12章5到7节，我们是读到11节。那我们一段一段看到它的整个行文的主轴，管教他没有说得很详细啦，但是说爱比较多，说爱比较多。他说：“难道你忘记了上帝怎样用劝勉儿子的话劝勉你们？他说：我的儿子呀，你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他责备而灰心。”好，管教是我们日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个痛处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上帝是像在劝导他的儿子的态度，所以他说你要留心，而不是觉得是一种威胁，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排斥，是一种虐待，不是。他说留心，而且不要灰心。这个是开宗明义给我们提的。所以我说管教，他没有说很多啊，没有说内容，管什么教，管什么叫什么，没有。他就是你要留心，你要不灰心，而且你记得上帝把你带成像儿子一样。第6节他就讲得比较详细，他说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哦，他如果爱你，你就是在里面，你是在这个成员里面。他说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收纳就是神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他有管教，甚至有鞭打。第7，你们要忍受管教，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那再一次重复，就是那些词句一再的追加，一再的重叠。他说因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然后又反问说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那接下来的第8节，他就做了很多的阐释跟发挥。他说如果你们不像其他的儿子接受管教的话，你们就不是真儿子，而是私生的。换句话说，被管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如果把你撇在外放在名单以外，那你还要担心，因为你是不是真的他的儿子？所以教导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就是我亲生的，我的儿子不是私生的哈。第9节，他再加以阐释说，对于肉体的父亲，我们接受管教，仍然尊敬他们；那么对于灵性的父亲，我们岂不是更加顺服的求得到生命吗？我们都知道，当肉体的父母亲教导我们，当然也是出于爱，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点厘清，就是说，有时候父亲在管教儿女，有时候因为人的有限，可能没有发现真相就管教了。那有时候这个管教会产生比较不好的效应，比如说以前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大家吵吵闹闹啦，在那边闹来闹去有时候父母亲觉得很烦进来看到刚好那个兄弟或者姐妹在作怪，那就处罚他其实始作俑者可能是另外一个，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责备啦。那所以做父母亲的当然是要很小心，要特别要情商，这个 EQ 要很好遇到事情的时候先冷静下来，厘清事实，那这样管教才不会错误。那意思就是说，连亲生肉体的父亲管教我们都要敬畏要尊敬了，那何况他说神是我们灵性的父亲，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神是用爱来教导我们。再来，我们一直要强调自己，我怎么样看清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呢？神给我的管教是恩典，所以我要更顺服，因为要得到真正的生命，那个生命的那个质量更高就对了哈。那第10节也是另外一种诠释，他说肉体的父亲随着自己的意思暂时管教我们，跟刚刚牧师所提的
长辈教导，并不一定完全100%，他是完全无错误的。有时候也有不是的父母啊，但是他说，上帝的管教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管教有一点类似在清除我们生命的杂质啦，生命的一些愁苦、苦毒、怨恨，或是很多自己的性格上的瑕疵，然后圣洁就是把这些缺点、把这些污秽的、把那些不要对我们有害的都全部清除掉。那是在神的爱里面管教，常常在锻炼一样。因为在11节他这样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因为受管教而经历锻炼的人，能结出平安的果子。没有一个人说哇高高兴兴快快乐说爸爸请你打我一下，我要接受管教，没有人的。都是因为自己有遇到错误了，不是故意，或是说不是自己愿意，但是碰到了，所以被管教是被提醒、被叮咛、被导正，被导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现在被管教的次数太多了，但是以前早期的管教方式跟今天的管教就不一样。在牧师那个年代，小孩子到学校被老师那个用竹棍子啦，或是鞭打啦，那是很稀松平常我们以前的一种叫说这个吃笋丝啦，骂顺西就被教导了。那个时候的孩子被打，觉得也不会害羞，也不会不好意思，想出了好多被处罚不会痛的方式。有的知道他会痛啦，就是在那个屁股这个裤子里面加了好几张报纸这样子，让老师打得痛快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感觉被老师打反正是稀松平常的，甚至当时的父母还加码他带小孩子到老师面前，因为他知道孩子很调皮没照规矩，他还跟老师讲说：“老师啊，不乖就打，没关系。”但是跟现在我们整个人本教育不行了。现在你被那个孩子被老师打那个家长要带一群人来跟你算账，哇，吵翻天的吵翻天了。所以时代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是要看说那个管教的本质啦，管教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其实管教真的有负面的，甚至产生永久的伤害。很多小孩子可能因为可能自己受冤屈，被老师管教，又没有出口，他可能对这个老师教的科目我就不喜欢，这个英文老师对我差，以后我就不读英文给你看。还是数学老师对我太严格，以后我就不想读数学了，数学都不演算了，这样子。那所以整个管教模式可能都类似，但是重点是出发点到底是不是出于爱。早期可能有一些老师他可能比如说他的性格脾气不好，所以他就用打孩子当出气孔，这样的管教可能真的会伤害小孩。但是有的小孩被管教之后觉得后来感觉很甜蜜很感恩。牧师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乡下嘛所以来学校的小学老师不是每一个都是科班出身的，有时那个时候学国民教育缺老师缺很多，所以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标准的。但是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年轻，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是真的是师专毕业刚毕业，所以年轻又很有那个活力啊！哇，要求我们写作业那个字体都要写得很端正，而且练波波摸摸都要练得很标准。哇，不行就打哇，那时候很害怕，因为每次这个老师要来上课，大家很紧张，也不知道谁被处罚。那个时候觉得有点畏惧，但是后来发现说自己的写字啦自己的发音稍微有合标准，你会觉得哇很感谢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他又出于要求嘛，出于爱，所以他后来人家会感谢他，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不在管教什么，而是在说你接受管教的态度。那从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字眼，我们知道管教、鞭打，管是约束，或是指责，或是指出你的错误，但只讲出你的错误那还不够，他要教，他教你怎么样改善，用积极的方法把你的道路指出来，启发正确的部分，然后使对方增加知识经验。换句话说，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那鞭打就更激烈了啦哈。我们就是比较严重的持续，因为可能甚至会受到伤害。鞭打可大可小了哈。我们知道小时候有时候父母亲呢用爱的小手打一下，他只是要轻声提醒你哈，真正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啊。但是如果说这个鞭打是针对一个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那就不是小事情了。所以那个程度有很轻的，有的非常的严重，甚至大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所以今天的主题我要分享的是说，我们圣经里面，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幸福追求幸福的方法啦我们信耶稣得恩典呐主的怜悯呐。但是其实恩典的另外一面跟管教有关，因为是要让你成长，要你更高的升级用管教的方式让你得祝福。但是通常接受管教的态度才是我们最关键的部分。因为有人被管教，第一个上帝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了我不给你来了，那就失去了这个祝福了。所以我们要起来学习这个经文等一下还有可以做一个人性上，我们对鞭打管教这是负面的看法。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受主管教是我们有很颠覆性的看法，因为这个是出于爱的管教。第一个，他说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为主的责备来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他是一个前提啦。上帝爱你才管教，不然他还懒得出手嘞。所以，当你知道我被管教是被爱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动力，知道这个是对我有好处的。除非你放弃自己，除非你排斥，或是你不愿意离开了。第二个，因为上帝待我们像儿女一样，所以我们要忍受管教，就是既然是上帝待我如儿女，我接受管教一定有他奇妙的目的。所以他说，上帝待我们如儿女，儿女接受父亲管教是应该的，因为不受管教，他把它当成一个界限、一个区分了。不接受管教就不是真的儿子。以前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有时候被骂人家的一句话很难听，虽然没有脏字但是就觉得很伤，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小孩没有父母管教是吧？那你会发现说，没有父母管教是最大的一个指责，对不对？所以被管教，那才是一个我们人伦义理的一个基本，更不用说神的管教。那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态度厘清了、抓对了，你就发现，你虽然有一些苦楚，好像良药苦口，对不对？但是后来是甘甜的。第三个，他确认说上帝是我们灵性的父亲，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肉体的父亲的管教，那这位灵性的父亲，我们就更加要虚心接受因为他给你的不只是给你一些改正他是给你真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得着永恒的生命，那个是最宝贵的，不能失落的。第四个，上帝管教的目的，那就是我们找到了答案。当你有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愿意接受，因为上帝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我的好处，使我有份于他的圣洁。
而且他说，经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正直的生活。换句话说，这个锻炼，这个管教，是为了成就一个更美好的你，更得恩典的你，更得能力的你，更得祝福的你。几个礼拜前，牧师在借由这个我们说这个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我们说在100年前，这位李代瑞，因为他的速度，他的运动非常好，所以被教练发掘了。他本来是打球的，他被发掘说来练田径，因为他的速度很好，爆发力很够，他就一直栽培他，一直训练他，让他成为奥运的冠军。那其实如果说用管教听起来都比较负面的，我们可以变成说，我们被上帝教练，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教练。你看奥运会一大票的人，除了选手以外，最大的这些辅助人员呢？你看一个职业网球选手，或是我们现在很常看到，因为为了运动经济嘛，现在都已经职业化，羽毛球、桌球都是职业化。你看一个选手旁边一大票协助者，有的是健康方面的，有的是按摩方面的，有的是技巧方面的。哇，那个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活动哎。但是我们都可以看见说，为了让这个选手更好，教练指责他的不对，讲哪里不好，所以再怎么样，这个选手再优秀，已经是冠军了，或是说排行榜第1名，他还是很虚心的接受。有的时候是心理的安慰跟鼓励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羽毛球选手。叫做周天成，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怎么当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他的应该是属于比较心理方面的陪伴者，或是说他的那个我们说一个运动医学方面的照顾者。这位姐妹是他的协助者他遇到瓶颈、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姐妹鼓励他用祷告来克服这个压力跟瓶颈。后来看见，周天成他平常在打羽毛球比赛的时候，他不是带真正的教练，就是那一位技术性的教练，他是带这位也有一点像心灵的导师一样。你们如果有喜欢看羽毛球比赛的人知道，后面做一个身体胖胖的，不大像运动选手呢。不过他就是每一次周天成在那边看到这位姐妹，他就是心很平安。所以教练。如果说我们把上帝看成是我们生命的教练，你就发现说，你甘愿接受操练嘛，对不对？一次再一次，动作一次再一次，体能一次再一次，因为他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可能是增加1秒就是少了1秒，或者说增加一个动作你要操练好几次。所以神在操练我们的生命也这样子。你是为了得到冠冕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杂质被除去了，那倾向于走向圣洁。经过锻炼，你会结平安的果子，因为一切的累赘、一切罪的捆绑就离开了，你会得平安，而且过正直的生活，就是我们不会被伤害，或是不会被累赘，或是不会拖累这样子。启示录3章19节也同样给我们同样的教导。他说：“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很有趣什么意思呢？上帝管教你，而且你还要热心一点呢，不要哀怨怨的唉声叹气的所以你看，被教练喜欢的选手，他就是被操练还不够，他自己在加码。你现在很多最顶尖的选手他不是教练给他的菜单他就完成了，他还加码。上个礼拜出名的大谷翔平打棒球的这位，听说是100年来难得一见的奇才人家就在讲这位日本的棒球球星，他的纯粹或是他的自我
约束，或是接受教练的教导，他就那个心智是一般人都达不到的，连职业棒球选手都达不到，所以他才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哈。所以如果从教练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神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选手，得到冠军，得到冠冕，那你就会觉得我要热心悔改的意思是说，我愿意被矫正嘛，错了要改。所以我们以前也把悔改当成是一个，哎呀，让我没面子的哈，或是觉得很糗的。其实不是啊，我们在座很多读科学的，常常做实验的，你不错误，你怎么有成功呢？对不对？你是因为愿意接受错误啊，改进。那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错了，我改，再来改，那改得更精致，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个例子来分享，说圣经中上帝的管教很多啊，这种类型的，有的很严重啊，有的是啊被拯救了。第一个，主对国家人民的管教，我们常看到啊，创世纪记载挪亚的时代，因为人的邪恶悖逆，所以上帝用什么？用洪水来管教人类，这些毁灭了全部的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啊，这个是啊挪亚方舟哈。的一个示意图了哈。第二个，在士师的时代哈，他们出埃及了啊，到迦南地了，他们百姓啊就松懈下来了。所以他说，百姓背弃上帝，所以上帝管教是什么？让四周的迦南的部族来攻打他们。我们常看到的那个出名的故事就是基甸，对不对？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来打麦，就是来整理他的那个农作物，因为怕被米甸人抢啊，哇，已经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啊。那上帝管教完，就兴起了这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士师记等于是一次一次的悖逆，一次一次的管教，然后一次一次的悔改。第三个啊，就是士师时代的一个示意图。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第三个，我们也看到在巴比伦跟亚述帝国对以色列百姓的教导。我们如果从历史的眼光啊，以色列百姓哈，他们的犹大王国还有以色列王国被灭亡，那是多大的耻辱啊！但信仰上，从圣经来讲，竟然说，上帝是借着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帝国，跟后来的亚述帝国，要来管教他的百姓。我们看来，截然不同的意思哈。一个国家被灭亡，有什么好事呢？但是神说，巴比伦、亚述帝国是我的工具，是要警醒、点醒以色列百姓的工具。你看巴比伦帝国那个模型哈，人家把它做一个模型，表示当时的环法哈，是他们的那个当时的示意图。巴比伦帝国这个是亚述，他们的艺术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哈，他们的艺术啊，你看那个雕刻都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这个是古代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文明哈。那竟然神差派他们成为教导以色列百姓的工具。换句话说，用国家来消灭当管教。也有对个人的，我们知道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上帝的惩罚是被赶出伊甸园。这样的图画，我们看到，人类所以会在罪被捆绑，就是因为人违背了神，被赶出伊甸园。第二个，该隐他因为杀了弟弟，犯了罪，所以呢，上帝处罚他成为什么？成为流浪者，啊，这个图是看到衣不蔽体的这个该隐的家族在旷野流浪，啊，就是非常的难过。他原先是在种田的，在耕作的，但是连这个也不行了。我们看到扫罗王因为藐视上帝的命令，他自己被权力欲望熏心了，就是觉得啊，上帝的仆人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来，他自己来祭拜献祭，所以被上帝放弃了。你看他被管教是多么的严重啊！因为他跟3个儿子同时惨死在沙场上，这是扫罗王然后被
先知责备。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亚拿尼亚跟撒非拉夫妇因为对奉献有私心，没有完全的奉献，欺骗圣灵，他最后是死于非命，因为当场2个夫妇陆续不到几个小时都跌倒而受死哈。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一些，倒不是在讲说哇，上帝的管教多可怕，因为圣经有说，他不会大于你所能忍受的。但是基督徒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智慧说，察觉这个是神美好的管教，是要给我恩典的。就像教练要让你更健康、更有活力，你的分数或是你的能力又更高。所以主爱的管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生命的恩典。基督徒除了领受上帝恩典之外，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能自以为意。通常我们很容易只说某某人他就是上帝在管教他了，但其实自己被管教都不知道。所以不是看别人被管教，而是说神这可能是我的管教。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很常碰到，比如说我们不小心交通违规了寄来一张罚单，你可以把它感觉说哎呀荷包又失血了，常常这样讲。那个有时候可能是那个照相或是警察判断错误了，但是大部分我们会想说还好一点点钱损失，但是我的生命或是我的交通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以后你会小心所以每一种态度都不一样，但是不能自以为意的，要从上帝的关系跟上帝关中用谦卑的领受，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有几个点我们做一个提醒。第一个，从别人的失败或管教当中来学习，能够成为自己的经验。我说最有智慧的人是别人被管教，但是我体验到说我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希望沦为跟他同样的覆辙这样子。第二个，体认自己就是受管教的对象，不是别人，不是推给别人，而是自己警醒，自己不会因为这样而偏离真道。你接受管教是一个祝福。第三个，自己因为受管教而被点醒，你就不会再重蹈覆辙，或是损失更大损失更大。通常我们人到一个年纪有时候身体会某一个状况会出现，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健康或是你一个积极的人，你会先说哎呀，以前都活力那么大，现在怎么这样，一直怨东怨西的。你会想说可能我年纪到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做一点修饰改变。年轻很冲不怕熬夜，或是我的生活习惯就是随意而行，那现在不行了，提醒我，在管教我，我要饮食，我的生活作息，或是我的种种对待事情的态度，因为有一点点病痛在提醒你。我记得以前我在高雄牧会的时候，有一位长老，他可能到了50、60岁那个年纪刚好在当诗会就在台上诗会。我们知道，看来诗会就是一个简单的事但是有的人会很在意、很慎重，可能压力一大，他就当场就中风了，倒下去了。哇，他吓一跳因为在讲台上嘛，赶快送去医院。还好那一个中风是一个轻微的微血管。哇，他知道说不行，因为他是一个做事业的人所以很忙他知道说不行，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所以他就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开始交出去了。他把一些自己原来已经理所当然的，我是揽在身上的事情，开始会交代，然后开始养生哇，以前什么大吃大喝那一种就要改变了，因为神给他一个管教，说你的身体出状况。所以如果你是用自怨自艾的态度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的那个拍苗会遇到这样病痛，那你就永远不会从那边得到管教。但是他改变了，哇，后来身体更好因为他改善了他整个生活模式、饮食的模式、做事情的模式后来哇更健康。我印象好像
前不久已经90多岁了，才安息了，才过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点醒？点醒有没有受改变，而不会一再重蹈覆辙？最后一点是，将主的管教看成一种生命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轴。因为神爱你，第二个，你要得恩典；第三个，管教不会让你承受不起，但是你要有决心接受管教，接受改变。因为他说，这个要得到丰盛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管教真的是一生的功课了我们知道，昨天刚好我们台湾在纪念921大地震25周年。有那个当初被大楼倒塌被救出来的，出来说感恩的话。如果我们以这个如果跟牧师这个年纪的人就很经历到。昨天我跟青少年讲话说，你们921才出生的举手，很多人都是没有经历过921啦。那921当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管教，那你就会很正面、很积极。第一个，我们知道当时呢，除了大楼倒塌以外，很多人发现2个，一个是豆腐渣工程，第二个当时的那个整个钢筋梁柱的承受力不够，大家觉醒了。所以我们政府的整个建筑法规就是921以后就大大的改变呢。你看后来很多大楼那都强调说，我这个是防震的钢梁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后来的人因为这样子，因为有那个伤害，我们才得到保障嘛，生命才得到保障嘛。还有一些在921大地震发生很严重的，比如在中横公路，对不对？整个山崩下来把整个，我知道一个什么灰鹰的团队就整个被泥土盖掉了。你说他们真的很不幸，是的，他们失去了生命。但是，是不是大自然也在管教我们？那你明明一个好山好水，一个美丽的山坡你就把它从中间好像挖肚肠，把它挖过去大自然只好抗议啦。它一震，它就从山上滚下来，土石就滚下来。所以看你怎么样面对管教。有智慧的人，他会从管教当中自己更升级，生命更坚韧。我们这个月，我们的青少年都回去学校上课了。我们知道，这个管教最标准的一个模式，就是孩子被老师管教。他不只是教导你知识，教导你这些学问，更多的是教导你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国民。所以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发现这是得了恩典，神要管教，还要感谢他。而且神管教的时候，你会敏锐发现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要怎么样改变成为一个更美好的自己。这是我们从今天主题所得到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来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这首诗歌叫做靠耶稣得胜。我们会唱的弟兄姐妹，我们坐着来唱这首诗歌会唱的一起来。你和手中高，我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他转，是你带领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我只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
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靠着耶稣得胜，再一次来，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人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的，因为我们生命都有它的弱点跟不足，所以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就不怕挫败，不怕被管教，而且主恩更广阔，我们要得胜。弟兄姐妹，我们有几项事情，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第一个，我们跟神说：神啊，我被管教是你恩典，所以让我们不只能够承受，而且能够活出一个更美好的生命，荣耀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得神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别人。第二个，我们为正在进行中的幸福小组来祷告。我们上个礼拜有58个 Best 来到我们当中，神感动他们，让他们心被打开。有110多个同工在付出，也求主赐给他们力量，所做的能够荣耀神。第二个，我们为我们教会在推动50禧年的各样事工的规划，求神让我们有神的眼光，所做的一个推动，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将福音传得更宽广。第三个，我们特别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赐下医治在他们当中。特别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在周报里面或是你所认识的人，你就提名为他们做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一起在主面前，我们同心的祷告。谢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神啊，愿你让我们在你被你塑造的生命，被你管教的生命，是得恩典的生命，得祝的生命，生命更扎实，更得祝福。神啊，赐给我们这样从你天上的智慧跟能力，看见我们是被爱的一群。神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教会当中推动的幸福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得祝福，特别是 Best 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受神这个福音的浇灌，让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推动50禧年的事工，也求你亲自带领，让我们顺利推动，更加的成长，更加茁壮，更加传福音。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亲自扶持怜悯，赐下医治，特别是有癌细胞攻击的弟兄姐妹，求你亲自大能掌权在他们身上，大大展现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天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用爱来管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管教是因为我们是得恩典的开始。是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而且愿意有能力来承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你的管教，我们能得胜，能更大的改变，能更蒙恩典跟祝福，更有力量去帮助别人。神啊，我们将教会所有的圣工以及我们关心的神的儿女有病痛的，都交在你手上，求你亲自赐下你的恩典医治，也保守我们每个人同心合一，在主的圣工里面得着造就跟成长。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请看周报最后面。我们一起来念：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10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主礼的是我们本堂的夏牧师，施礼的话是王慧琪执事。请翻开周报第4页。今天是第3季定期长职的会议，预备在下午1点半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请长职、长老、执事、服事同工、首长请预备心参加。请看第3项近期的重要事工公告。第1点，世界圣餐主日的盛典定在10月6号主日举行。第2点，松年主日与重阳敬老会定在10月13号主日里举行。第3个，教育事工主日学奉献的主日定在10月20号主日举行。临时会员合会的部分长职轮休改选定在10月27号长职轮休改选，预定选出长老2位、执事4位，名单会在下个礼拜公布。翻开周报第5页，其他消息的部分，第4季的新眼光读经部分，已经在干事的这个部分可以自己索取。以下的内容，我们再自己参阅，请牧师做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先做那个投影片，有一个图卡，做一个先做报告，这样比较顺序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也请今天要这个颁发奖学金的年轻人预备心，等一下我们会请同工来播放或是来宣告你的名单等一下一起来领。牧师做补充报告之后，我们就来领奖感谢主。好，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可能年轻人比较不需要了，不过以林书房有举办一个圣经大字本，大字本就是字体很大长辈在读起来很好读叫做买1送1，它是精装的，而且皮面的质感很好2本才卖2100，等于是1本才1050块如果有2种需要，一个是长辈可以邀朋友2个人一起买，然后1人1本就花1半的钱。第二个是你觉得你的长辈呢在灵修读圣经比较吃力啦用这种圣经他就一翻就是大概有 A4， 比这个 B5 还大要 A4 快 B5 的大就是蛮大的欢迎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办公室去翻一下那个样本如果需要下定，因为听说下个礼拜9月底以前就结束了那这个是有特别有制作的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本圣经它把上帝说的话、耶稣说的话特别加红色的，所以刚读圣经你知道原来这个是神讲的话，我要更认真的学习第二个特别鼓励大家来介绍
我们弟兄姐妹有人需要的话，参加我们这个哀伤陪伴的这一期的课程哈。那很难得，我们教会透过马教授还有一群同工的努力哈，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已经推广到很广，有的国外的有从马祖来的，有台湾各角落的人都来报名，因为我们借由科技的帮助哈，用网络可以很多人同时上线来学习。那我们自己教会，大家很认真推广这个活动这个课程我们自己教会有需要的人，我们说反而没有机会学到，真的很可惜。当然，遇到这个哀伤或是亲人失去呢，自己心智都有一点很慌乱，需要你鼓励他，或是你的朋友邀请他说有这个课程试看看。而且现在透过网络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尴尬，因为有时候真情流露不好意思，但是在网络上在线上就很方便所以你如果有亲人失去亲人的家庭，你鼓励他，因为这个不是训练辅导人员是本身需要帮助的有9月30号有一个失去配偶的一个单影片可以看去了解这个课程，然后有13周的，从10月7号开始的13周的课程，鼓励大家有 QR code 或是你可以打电话来问第三个就是再次推广我们在第1堂礼拜的时段有2个非常棒的查经班这是我们常态性的查经班，反正你什么时候加入都是有意义的啦不会说哪一个什么开学我才加入，其中都加入都可以。我们是大概是第1堂礼拜开始的9点15分，由李伟教授主持，刚好在2楼而已期待大家用英文来思考圣经神的话，而且一方面学英文，一方面可以学圣经鼓励大家就等于你礼拜天多了1个小时1个多小时来教会而已，你两种都可能得到，查经参加礼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马教授主持的华语查经班，你说我英文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楚领受，那你用这个中文圣经来学习是在1楼钓鱼中1楼的大教室期待大家有更多人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对读经或是一年读1次圣经，或是抄圣经，真的很热诚如果你加上你不只抄不只读，而且还有更研究，那这样才更扎实啦。我们说门徒训练，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大家不要浪费或是放弃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好在周报里面有几点，我再做一个补充就结束第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我们的幸福小组感谢主，现在第2周已经完成了，这个礼拜进入第3周上个礼拜我们有58个 base 的慕道友来，你知道这58个就是神所爱的儿女他们怎么样被感动接受福音，这个是很大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有118位同工在努力准备，努力撒网就对了所以大家很认真准备，关键是圣灵动工，要有圣灵的遮盖，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同工在见证说，哇，好像办这个幸福小组技术上很简单很没问题但是就遇到一些阻拦呢。有时候临时base 的时候打电话来说不行下雨不能来有什么事情有状况了。其实这个经历过幸福小组的同工都知道，魔鬼很不高兴，你还跟我抢灵魂那还放得过你吗？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这是靠神圣灵的力量。所以期待不只是同工，我期待每一个会友虽然你没有直接加入第一线，但是你就每一天为这些属灵同伴来祷告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超教派的聚会就是我们台南在第六点台南400守护这地进入命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禁食祷告。这个禁食祷告特别是从国外有人带进来说400就是台南福音的发源地，我们要一起遮盖
祷告。所以有一群同工，他时间可以就报名参加5天的禁食祷告，而且就大家集体住在那个饭店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白天上班，但是晚上参加这个花旗的祷告会。在前3天礼拜1、礼拜2、礼拜3，明天开始在太平静教会，那礼拜4在圣教会，礼拜5在灵粮堂就是等于是大家一些禁食祷告的人一起来聚集也欢迎会友来参加好，那几点这个小型的报告再做一个报告。第一个是下个礼拜，我们是在这个月的月底我们要举行在礼拜当中举行医治祷告。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需求的，勇敢的到前面来在下个礼拜2堂礼拜当中。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订购那个公报社你喜欢来用手写的你有兴趣赶快来登记，因为我们这个礼拜结束就要去购买，因为还要烫金嘛所以今天就结束了也请关心我们弟兄姐妹，有人最近没有来出席聚会，有什么地方状况，我们来关心他会觉得很温暖那还有1、2个报告，就是我们教会的潘雪牧师，他的女儿叫徐雅婷牧师要在下个礼拜在台北的古亭教会就任第4任牧师了因为潘雪牧师退休后都在我们这边聚会，我们也为他祷告祝福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关心祝福的就是上个礼拜不是有在台东部落发生农药中毒事件，有3个人因为这样子上升了，而且好几位都住加护病房。后来在追查当中检调或是医学方面在查说到底这个农药是从哪里来的，还在追查。但是主要是我们要关心说，原来因为在金峰乡这些原住民部落都是基督徒，而且很多位是属于台东有一个叫排湾中会东排啦，东部排湾中会的教会的会友，有的是长职真的很可怜，就是全家族好多位都有的是失去生命，有的是在加护病房当中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能够脱离险境，能够恢复健康。好像总会也在花旗说，是不是有人能够捐献为他们有的失去亲人能够，有的孩子还小要成长，但是我们看到有什么消息再来报告，也请大家继续代祷好我们今天下雨天大家很踊跃来参加礼拜，真的是神的恩典等一下我们3楼有那个午餐大家可以吃完午餐再回去记得我们请长职1点半在2楼要开会大家有一个分享跟报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诗慧。颂龙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龙诗歌。我的神。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今天第2堂的主日在音乐结束，刚刚牧师忘了，好，我们音乐继续我们默祷之后，我们现在要举行那个奖学金的颁奖，我们请曾牧师
来念名单好不好？我们给他们祝福再离开好不好？来，好，我来念一下，看名单在这边的哈。王浩恩、汉恩都已经领过了，小韩在不在？佑成、佩云、慧心、恩琪、怡安、燕寻、宣安，还有高中高职的是燕荣、林汉、王博颖，还有少年奖的是彩欣、严欣、子珍、新凯、佩琪、佩安、嘉伟，就4个代表吗？那奖学金都给你们带回去。好，来啊，代表也不错啊，来看那名，不然就名字等一下再换了，找不到名字没关系。啊，我们的荣泰长老有事情外出了哈，好，我们照一张相，来，郑牧师照一张相。